開始都係比較觀望嘅。嗱，但係你睇到文安咧，佢即係雖然大家個距離係可以保持一個比較遠嘅觀望距離，但係因為佢哋攻擊距離夠遠，同埋佢哋嘅突進嘅速度夠快咧，或者一下短兵相接之下咧，大家都仲係處於一個捉摸緊雙方嘅距離感。似乎文安嘅攻擊距離有少少令阿俊係吃驚嘅，咁長都即係估唔到蒙古係攻擊範圍好遠嘅。而家阿俊咧就採取一個比較好密集嘅攻擊，咁因為個場係比較一個有限嘅空間啊，呢個唔係講好完冇啊，因為有限嘅空間有有限嘅空間打法。咁而似乎暫時嚟講咧，以呢幾十秒嚟講咧，阿俊係有少少錯估咗文安嘅攻擊距離嘅。咁大家都好調整緊啦。阿俊而家採取一個好，第一彎完結啦。請下一場選手準備，紅方阿天。少改變，其實咧睇第一彎下半已經策略有少少改變，用一個習慣咗佢打法。係啦，同埋係用一個等佢上嚟嘅策略。因為要進入文安嘅攻擊距離都係比較困難，因為文安手長。咁變咗咧，就你一定要做一啲串腰嘅動作。而一進入咗攻擊範圍咧，就會出現好密集嘅攻防。Ready? Fight! 因為頭先嘅互擊都係好劇烈嘅，你好明顯睇到咧，由第一彎同第二彎嘅比較咧，就係咧，其實文安嗰個突進速度係慢咗。嗱呢個咧係好值得把握嘅機會，睇下俊會點樣去。可以把握最尾嗰10幾秒。但係因為手長腳長嘅問題，雖然佢突進速度慢咗，但係佢攻擊範圍依然好大。時間。好啦，打出嚟嘅分。